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释法折言39。无能列图，凡于诋毁、嫉妒他或之财功，具得之事，多在敬佩、笑言他人之忧计。由是察见，列图未尝私鄙，以毁忌而为，遮障盖之羞惭，所为是也。凡是那些既没有能力，品德又低下的丑劣之人，大多数都抵赖、诽谤、嫉妒有才干的人。有才干的人往往无端遭到这批无能无知识的劣恶之徒的诽谤、诋毁。其实他们做出的不良行，不仅使他们自身受到伤害，还给事业带来影响，给社会造成损失。无数的事例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：无能无学的人，大部分是要破坏有才有势之事的；而具备道德的有学问的人，则大多数是敬佩和笑言。学习其他人的优异成绩，见到别人好的地方，他就会赞叹。所以由此看来，整个人类社会基本上都是无能列图，以长于自己的私癖来抵赖、遮盖自己的不足处，做遮羞护短之用，没有其他什么多的理由可谈。这种行为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遮长羞癖、击灭公义、妄自增格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